喺今個預苦期，讓我哋喺匆忙嘅生活中，為耶穌留一點時間，一齊以靈修同埋操練，預備自己嘅身心靈。本週嘅主題係實踐服事。今日係預苦期第29日，反思經文係馬可福音2章14節。耶穌經過的時候，看見亞勒斐的兒子利未坐在稅關上，就對他說：你跟從我來。他就起來，跟從了耶穌。原來唔係我哋尋找主，而係主親自尋找我哋。主要呼召我哋，佢想我哋放低啲乜，好為佢而活呢？稅吏佢好清楚自己嘅官職係用錢買返嚟嘅，雖然有豐厚嘅收入，卻係被眾人所厭惡、所睇唔起嘅一個身份。甚至有人將自己去等同於罪人啊！今日耶穌要呼召你，求聖靈使你靈魂甦醒，並且知道自己所要放低嘅罪，唔好為求個人嘅利益而放低十字架，來跟從主，與主同負一軛，去走今生當走嘅路。弟兄姊妹，讓我哋一齊實踐今日嘅操練，去鼓勵一位弟兄姊妹或者親戚朋友，嘗試按着對方目前嘅困難，可以透過面對面、電話或者短信嘅形式，去為對方講一聲鼓勵佢嘅說話，令佢感受到自己仍然被愛，就好似利未被耶穌所看見、所愛一樣。